廣告時間都完啦，阿笨仲喺度思前想後，15、16究竟跳唔跳㗎？究竟佢跳唔跳得過先？喂，你唔好咁煩啦，跳舞要好專心㗎嘛。好嘢，阿笨終於跳咗上岸啦，不過似乎咧係向後褪多過向前跳喎。人哋話拉牛上樹辛苦嘅，我話拉狗過河都好難㗎。不過阿占呢一次咧都算係豁出去㗎啦。不過一切咁樣跳，你睇下，跳得係非常之美妙㗎個動作。喂，節目。